台南市取缔酒后开车，伫109年度总共开立6828件，但今年敢若是1月到7月，就已经开了3222件红单，可见也是有部分的民众有着侥幸的心态。对此，台南市政府15日伫永华市政中心召开酒驾防治宣誓启动的记者会，会中邀请公庙的代表、市民大众以及市府跨局处单位。做伙来宣誓台南市反酒驾的决心。为了维护健康，拒绝酒驾，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让台南市成为远离酒害、珍惜生命、永保安康的健康城市。今天的酒驾零容忍的一个启动，好，那我想说，这个都是整个社会需要许多的志工朋友一起来。共同维系共同努力。光是靠官方的力量，光是靠警察的力量，光是靠公务员的力量是远远不足的所以说，我想尤其中秋佳节快要到了，中秋节大家想到对这个把酒问青天举头望明月或是这样子其实坦白讲，喝酒没有错，但是错在喝了酒以后就想要碰到方向盘。就要上到驾驶座，这个是万万无法接受的。我们我想要可能最好的话，因为酒驾实在对这个社会冲击太大了每年光是酒驾，光是去年大概有全国294个295个因为酒驾而直接过世的那有1万多个因为酒驾而受伤的。那台南市光是去年一整年就开了6228张的跟酒后驾车的罚单。那今年上半年大家想看，今年还有疫情，从5月19号到现在还是2级警戒。上半年1月到6月之间都开了3222张的酒驾的罚单。所以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大家每天看到电视新闻那么多看到有时候酒驾宣导那么多。还是有人要酒驾，真的是让人家无法接受，也很难理解。所以呢，我们需要社会更多的力量，来投入反酒驾。黄伟特表示，民众食酒要适量，才会当永保安康，而且食酒绝对莫塞车。若是真正要食酒，会当多加利用大众交通工具，也就是安排指定驾驶。亲友接送等方法来避免酒驾，也呼吁市民大众酒驾零容忍，醉不上道，才是安全回去到厝的唯一道路。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